什么独后黄昭堂？你们是已经直接把台南改国号了吗？改名字了吗？台独纪念公园。局长，你的好朋友在中央政府一口一声他是台独工作者，什么时候你们那个纪念公园会完工啊？按照时程的进度，黄昭堂纪念公园会在4月底5月初左右会。所以最近要完工了嘛？我们花了多少公帑去建他个人的纪念公园？我想刚刚区长说明得很清楚哈，我们从这个直辖市合并升格的第一天开始，我们就来推动1区1公园的计划。1区1公园为什么建他的？1区1公园为什么建他的？你们在所有的新闻媒体都在讲他是因为台独工作者、台独建国者。是，那黄昭堂先生是七股人，那也广受七股乡亲对他的尊崇跟爱戴。我们在讲国父孙中山创建你现在所吃所喝的中华民国，为什么你不建议把中山先生的铜像摆回他原本在的地方？你说这位黄昭堂先生他是七股人，七股我看了相关的资讯，有一些乡亲，有一些地方人士建议，对不对？我们议会不断的建议把国父铜像摆回去，你们花了3000万，而且未来要维修。你建国了以后，郑南榕也罢，黄昭堂也罢，还没有建国，凭什么花我们台南人的钱去做这个纪念公园？做这个对我们一点都没有意义，只会增加我们彼此的对立的事。中华民国的心想你在领，中华民国的心想你在领，国父孙中山先生在后面，你们不把它当一回事，而你们拿我们的血汗钱，我不赞成用我的血汗钱去做台独纪念公园。70几的民众是认为我们自己是台湾人。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，而且是越来越是趋势。我们是台湾人，是需要你讲吗？需要。今天你在做的七股纪念公园，还是你直接送给家主，整块土地送给家主，让家主去做？王议员，这个公园在七股，就是给七股乡亲在做使用的公园。所以那你们为什么台南公园你们要把它改成台南公园？为什么不让它叫中山公园？那还是我们国父，因为他原来的名字就叫台南公园啊！笑死人了！什么叫做原来的名字叫台南公园？台南公园那是我们的国父，我们叫他中山公园。有台南公园的时候，还没有孙中山先生哦。有台南公园的时候，没有孙中山先生哦。